你哋做工程啦，或者做一啲律師樓等等，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文件啊。咁而家以工程為例啦，咁會好多客嘅 PI 會 send 俾你，咁你或者一啲 tender 嘅嘢。咁我哋而家咧最新有個嘅 API 啦，對接咗一個 scanner 啦，咁啊用埋部我哋嘅軟件啦，配合埋 OCR 再加埋 AI 嘅方式咧，就可以幫你 scan 晒成份嘢啦，都好簡單。咁我哋而家做一個試驗啦，就係將個底咧放入去啦，唔好撳呢個掣，咁我哋用個軟件去做啦。撳呢個即時掃描，唔同嘅報價、採購啊、出入倉啊，呢啲全部我哋已經開發咗一啲功能，針對翻你哋公司一啲文件啊、圖紙啊，甚至一啲表格咁樣。咁我揀而家 scan 一啲嘅表格去啦，就可以睇翻啦，有好多嘢俾你選擇，單面啦、雙面啦，需唔需要自動檢測 store 落嚟邊部電腦度，邊啲內容，咁全部都喺呢度噶啦。咁我撳掃描嗰下，好快嘅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大概6秒到，放翻6張，咁佢會自動咧幫你已經上傳上個雲端度。我哋一般啲客人會用喺邊度咧？用喺一個前台裏面啦，佢直接就已經幫你自動一張一張 fit 上個雲端裏面，就幫你 upload 晒上去噶啦。喺我哋嘅 system 嘅部分啦，咁我哋有個掃描嘅文件呢個位置。咁其實我哋撳咗同步之後咧，上面啲 database 咧，佢可以用列表嘅形式去顯示啦，或者用圖表嘅形式幫你顯示。咁你可以撳翻個掣咧，預覽翻一啲相關嘅一啲嘅內容，編翻出嚟又得。咁我哋最特別係啲乜嘢咧？係可以咧俾你半人手嘅情況下，你有好多唔同嘅文件可以揀翻啦。咁我哋揀翻要掃入嘅部分，或者去擺翻入嚟張 PO 裏面。咁佢會自己咧自動咧已經幫你 scan 咗佢。由於時間關係啦，咁我俾你睇翻我哋 scan 入去嘅一個表格嘅部分啦，自動已經填寫晒所有相關嘅內容。睇翻你嘅 PO 裏面咧，去揾翻晒相關嘅單據，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，包括採購單啊、PO 啊、合同等等嘅嘢，咁可以根據你唔同嘅需求咧，去直接 fill in 咗入張單入面。咁例如啱啱頭先做咗3張嘅單據啦，自己咧已經入咗個採購單，做埋個附件，可以 update 翻所有相關嘅嘢咧，入翻落個 system 裏面，直接就已經編翻出嚟㗎啦。喺呢個部分裏面咧，所有掃入去嘅表格裏面咧，我哋都會有個 Apps 俾你嘅，手提電話啦嘅右上角啦，佢會有個表格啦，個表格裏面咧可以自由任你去調配唔同嘅內容。咁我撳翻出嚟，所有相關嘅 item 咧已經喺手提電話度咧已經出晒。你需要嘅話，可以直接撳翻 PDF 編翻出嚟，做翻一個格式都得。咁呢個就係 Apps 版嘅操作啦，呢個就後台嘅版本啦。咁除咗半自動嘅形式啦，咁我哋仲有啲咩功能可以幫你做呢？咁呢度咧就有個表格啦，右下角有個掃描嘅功能。如果我係逐張唔想用編碼嘅話，我哋可以喺度撳掃描。咁有啲咩呢？呢度就係 AI 嘅形式啦，撳咗佢先。咁着咗佢呢，佢就會自動幫你根據你嘅標題去 fill in 入嚟嘅。咁我哋有個上傳。咁而家我哋 support 啦圖片啦，或者係PDF 啦，咁都可以嘅。咁可以一次過多張又得，單張都可以。咁呢度左上角嘅位置啦，有個內頁同埋列表。內頁嘅話係一張一張咧，自動已經幫你 fit 晒入去。咁當你 save 咗之後咧，成張單咧就會入咗落呢個嘅 item 裏面㗎啦。咁我哋而家介紹一個列表嘅方式啦，咁樣。例如我想掃一啲咁樣嘅 item 啦，我揀列表佢 scan 入去嘅時候咧，佢就會一行一行一行咁樣嘅 data 咧，佢會自動喺度顯示翻嘅。多出嚟嘅 data， 你又可以喺側邊咧自由去編輯。咁例如我喺度撳 save 嘅話啦，咁佢就會幫你咧自動咧已經 fill 咗入去呢個嘅列表裏面。咁你中意嘅話，可以下面有個 Excel 導出翻出嚟。咁個相關嘅內容咧已經一行一行 fill 晒。咁呢個嘅文件部分咧就好啱一啲做文書工程啊、會計啊、律師啊或者一啲奇難雜症嘅嘢都可以自由去自己設計。咁我哋仲有啲咩咧？當你喺個頁面度，我哋一個嘅自定嘅表格啦，你可以自己新增好多唔同嘅 item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可以用埋右手邊一啲嘅 column 對接翻 ERP 上面已經 set 定好嘅既定嘅字段嘅。咁我哋呢個功能咧係針對一啲行業咧，咁有好大量嘅文件咧會成日會 scan 入去，而花好多人力物力咧入資料嘅。我哋有嘅功能可以解決嘅，改 file 嘅名啦，自動幫你識別變咗一個 OCR 入翻落 system。咁坊間可能都會有，但係可以喺個 ERP 裏面新增一張採購單，或者係揀翻邊張合同裏面成為一張附件咧。咁呢啲嘅功能可能其他嘅 system 未必處理到嘅，甚至可能喺個 Apps 度見得到嗰張單，而
編得到出嚟。例如一張 tender 好多500幾頁嘅時候咧，可以用個 scanner 啦 scan 咗佢，之後咧變咗啲 QS 轉做一啲嘅 PO 俾翻你嘅十仔，等佢哋報價翻嚟嘅時候用翻個 system， 之後換翻轉一個 Excel 俾翻個 tender 你嘅上家，減輕到你成個流程同埋報價時間快咗。睇翻你有啲咩 idea， 利用埋 AI 可以處理日常嘅嘢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。